台中一间真有名的连锁电影院发生着暴力的冲突。当时，这个电影厅正咧放映，一个42岁男子不满坐伫个同一排的2个国中的少女讲话甲飞手机啊，竟然甲其中一个少女为座位扭起大荧幕的头前甲拍。另外一个少女要阻止，阁互扇喙皮。这少女赶紧打电话给爸爸，爸爸赶到电影院，而且来报警。警方到场抓人，移送法办。穿雨衫的查某人坐伫电影院，徛伫伊对面另外一个查某人气喘喘问讲敢有拍人？这查某人拢无表情，干那讲无要甲你讲，态度无要配合。你有没有打人家？我告诉你。有没有打人家？我告诉你。问伊个查某人，会遮生气，是因为因查某囝甲伊个查某孙仔车去台中一间出名的连锁电影城去看电影。一个红牌一个姓陈的查某人，雄雄就因查某孙仔扭去头前，用脚甲站。因查某囝打进前要甲阻止，阁互伊扇一个嘴皮。就说那个女生好像吵到他吧，他们聊天也没很大声啊，后面的都没被影响。现场人讲，这个查甫人敢若是互吵着了，才会对这2个查某囡仔动手，不过被害人的家长袂当接受。这里走过来，直接拖出来就打了，让他坐在第10位，我女儿跟我侄女，一个第3位，一个第4位，中间还有走道，那么远，你跟我说荧幕会照到光。小女被拍了，打电话给因老爸，因老爸哪赶到现场，哪报警，警方到现场阻止这个查甫人离开。这个查甫人甲警方讲，是因为不满这2个少女看电影时开手机啊，伤光，搁讲话，才会出手甲因拍。本案于询问后，依刑法伤害罪及毁损罪，移请台中地检署侦办。拍人代志发生伫电影的首映会，演员看到代志发生的过程，事后嘛特别来关心。警方已经介入处理，并且将这个拍人的姓陈的查某人移送侦办。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